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寒流讲台语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敢有伫天气变化的时阵感冒过？感冒的时啊，就亲像广告内面讲的，酷酷嗽、拍骹唱、双江鼻水啊，公公流啊，还是讲啊，规个人、规个身体是虚咧咧、酸豆豆啊，有时啊，佫会发烧、气味寒，实在是啊，真艰苦。所以讲啊，预防感冒是真重要的代志。那安尼啊，感冒的预防、治疗，这相关的台语对话要安怎讲呢？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啊，就要来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若是啊，咱要甲别人讲，家己已经感冒啊，咱会当讲我身体感觉无啥爽快，可能是感冒啊。也是讲啊，最近天气变化较大，我无细字啊，去互人话着。这话着，就是去互已经感冒的人传染着的意思。安尼甲别人讲，别人啊就知影讲爱来关心我，佮也知影讲唔通离咱上近。若是身躯边有人已经感冒啊，咱会当甲因讲你感冒啊，喙暗爱挂好好，才袂话着别人哦。也是啊，若发烧，上好是伫厝里休困，才袂啊，大家拢对你着。这对你着，就是对你得到感冒的意思。有时啊，咱若要表示咱的关心，嘛会当讲啊，敢着陪你去互医生看啊。那安尼啊，天气变化时，要安怎预防感冒咧？上重要的就是穿插。有时啊，咱病单会伫内面穿一领顶啊，外面啊踏一领袖啊，安尼就来出门。这时啊，是大人就会讲啊。唔通穿安尼就出门，空壳的外套搞感冒。这空壳的外套啊，就是外套的内面啊，敢若穿一领薄薄的衫的意思啦。安尼啊，身体黏烧黏一冷，就真的感冒。上好啊，咱穿插是用长头式的穿法，加穿2领薄的长啊。热的时就一领一领烫，寒的时啊一领一领甲塌起哩。安尼啊，身体慢慢啊适应温度，就较袂感冒。佮啊，医生人会定甲咱提醒，讲啊，上好是早起困精神的时，先啉一杯温滚水啊。啊是起来的时，伫眠床顶就先甲衫穿好，才落眠床。安尼啊，才袂去互寒着。上尾啊，咱来复习今仔日的句型。我感觉安怎？可能是得什么病啊？无细字去互人话着。喙嗡爱挂好好。若发烧，上好是伫厝里休困。敢着陪你去互医生看啊？唔通穿安尼就出门。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大家记得请我笑哦，咱后摆再会。谢谢。